嚟到 CFA 指揮室嘅節目時間吓，咁啊直播室裏邊有朱子超啦，咁啊先介紹我哋合作嘅單位先，香港特許金融分析師學會 CFA Society Hong Kong，咁亦都好高興啦，咁啊今集請嚟學會嘅會長 Dr. Alvin Ho 何文啊，你好啊 Alvin，你好朱子超，大家好。咁啊我哋今集咧亦都係秉承住過去呢個系列咧有幾個主題啦，咁啊呢個主題就都係講翻ESG 可持續發展啊監管趨勢，咁但係咧每一集嘅嘉賓嘅行業咧都唔一樣嘅，不如由你介紹下今集嘅嘉賓啊。係啊，今日咧我哋就請到個猛人，咁就係 Carol Mo 啦，毛婉欣。咁佢就係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副首席投資總監。Carol 你好。 Carol 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好榮幸啦，請到 Carol 過嚟啦。咁 Carol 啊，即係你作為香港保險業嘅呢個投資專家啦，可唔可以簡單咁介紹下究竟你做啲咩嘅咧？好啊，各位聽眾大家好，咁不如我介紹一下自己先啦。我係 Carol， 周大福人壽副首席投資總監。咁我亦都同時有協助業界，即係保險業咧喺ESG 方面嘅披露工作嘅。周大福人壽係一間紮根香港40年嘅人壽保險公司啦。我哋嘅總資產接近1000億港元。咁我哋嘅投資範圍咧包括咗債券啦、股票、基金同埋另類投資等等嘅。咁其實投資部係做啲乜嘢嘅咧？咁基本上咧就係客人如果買咗保險之後支付咗保費，咁我哋喺扣除咗相關嘅費用之後咧，啲錢咧就會落到嚟我哋部門嗰度噶啦。咁我哋部門嘅職責咧就係將客戶嘅保費進行投資啦，令到我哋可以滿足到客戶保單嘅回報同埋分紅，同埋喺佢哋有需要做理賠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提供到相關嘅金額嘅。咁另一個好重要嘅職責咧就係投資部係管理住保險公司入邊嘅資產端。咁其實保險公司咧有資產端同埋負債端啦。負債端就係講緊我哋發出去俾客戶嘅保單，而資產端呢就係講緊保險公司管理緊嘅資產。資產同埋負債嘅配合呢係維持一間保險公司嘅償付能力嘅關鍵。所以我哋投資部另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呢，就係去了解翻負債端嘅特性，例如保單嘅現金要求啊、回報要求啊等等，從而我哋喺做投資嘅時候呢，可以做翻一啲適當嘅配置，去支持翻公司嘅償付能力咁樣咯。哇！咁即係同我哋每個人都好有關係喎。係咁啊，尤其是而家咧，即係我諗係喺香港呢個環境咧，對於買保險咧已經成為習慣嘅啦。因為知道咧，保險咧係一個 necessity 咧，即係一個必需品。每個人都可能有幾份嘅。係啊，即係你講得啱啊，會長。咁於是乎咧，我哋即係不論係聽眾也好啦，或者係普羅大眾也好啦，都好想知道即係你介紹咗你嘅工作啦。咁但係對於保險公司背後嗰個投資嘅運作咧，究竟係點咧？即係除咗我哋每年交保費啊，聽下我哋嘅 agent 講翻下你張保單係點樣之外啊，咁啊，其實喺投資層面，即係你嘅工作，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哋嘅譬如投資不論係股票、債券或者係另類投資，會唔會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操作啊、策略係點樣做嘅咧？好啊，正如我剛才提及到啦，保險公司投資係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個就係要滿足翻保單嗰個要求啦，第二個就係去支持翻公司嗰個償付能力。所以咧，一般保險公司嘅投資組合入邊呢，一般係分為兩大部分。咁有一個好大嘅部分呢，係一啲低風險、安全，可以為我哋提供到穩定嘅現金流嘅資產啦。咁呢一度我係講緊我哋嘅投資級別嘅債券部分。咁通常呢個債券部分呢，就佔一間保險公司大概70%左右啦。咁而另一個部分呢，就係我哋所謂嘅增長型資產。呢啲增長型資產呢，就係幫我哋去賺取一啲比較高啲嘅回報嘅。咁通常呢個佔比呢，就唔多，一般係大概20至30% 左右。咁佢哋就包括咗股票啦、高收益債券啦，同埋一啲所謂我哋講嘅另類投資。咁其實咩叫另類投資呢？就係一啲投資落一啲非上市嘅公司。又或者或者聽眾會問啦，
呢啲另類投資係咪高回報高風險㗎？咁我哋覺得個重點係你要識揀嘅，因為公司嘅估值咧就分開兩部分，一個部分就係上市股票嗰個估值啦，我哋講緊個 trading multiple， 咁亦都係平時大家所聽到嘅市盈率啊、price to EBITDA ratio 啊呢一啲咁嘅multiple 啦。咁另一部分咧就係間公司自身嗰個盈利增長。一個好嘅資產管理人呢，佢係會協助一間公司去引入資源，去幫佢哋整合或者係擴充佢哋嘅業務，咁樣去提升佢哋嘅盈利，而唔係單靠個二級股票市場升咗幾多啊去做一個增值嘅。所以我哋喺做另類投資方面呢，就係採取緊呢個策略咯。哇，都好複雜喎。咁另類投資你哋係自己做啊，定係揾即係投資喺基金公司度做啊？喺另類投資方面呢，我哋係通過一啲嘅優質嘅基金管理人啦去做另類投資嘅咯。OK， 哇，即係都需咁複雜嘅嘢，咁都需要同合作伙伴一齊去做嘅。咁咧就保險公司有咁多嘅投資資金啦，咁啊投資決策咧會影響到公司自己本身啦，同埋社會嘅。咁你哋喺追求投資回報同埋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咧，係點樣做到一個平衡嘅咧？好多人都會問喂 ESG 賺唔賺錢㗎？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都參與咗好多年啦，又目擊到最近呢，尤其是呢2-3年氣候轉變，令到好多風災、水災破壞咗好多固定資產同埋設施，咁呢一啲嘅破壞呢，亦都增加咗社會同埋公司嘅經營成本嘅。政府對於公司呢，亦都有一個減碳嘅要求，亦都會增加咗行業對於融資上面嗰個難度。所以我認為呢，投資回報同埋社會責任呢，係可以共存嘅。作為一個保險公司，我哋要履行客戶嘅法定義務啦，去好好管理佢哋嘅資產。所以保障資產嘅安全性呢，係我哋嘅重中之重。喺我哋公司嘅角度呢，履行社會責任，亦即係講緊點樣去落實 ESG 啦，係控制投資風險嘅一種嚟嘅。點解咁講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嘅大氣候都講緊要落實社會責任，要可持續發展。咁其實所謂嘅可持續發展呢，唔係淨係講緊個地球嘅，亦都係包括各種嘅生物啦，包括人類啦、公司啦，同埋公司入邊嘅員工呢，都需要可持續發展。所以其實好多政府呢，都要求佢哋嘅大型機構去做起。首先呢，嗰啲大型機構呢，係要 set 翻一個 ESG 又或者叫做 Green Financing 綠色金融嘅目標啦。呢一啲嘅大型銀行同埋保險公司呢，亦都加入咗某程度上加入咗一啲嘅 Net Zero 嘅聯盟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倡議，好似 SBTI 咁樣。而我公司呢，就係獲得咗 SBTI 嗰個認證嘅。咁呢一啲嘅銀行同埋保險公司呢，需要制定佢哋嘅綠色金融目標啦，亦都要對佢哋嘅供應商啦、合作夥伴、承辦商等等要有 ESG 嗰個要求。如果佢哋達到唔到呢個 ESG 嘅目標嘅話呢，其實佢哋就好難同佢哋繼續合作咯。咁所以久而久之呢，呢一啲嘅公司呢，就得唔到融資啦，又或者佢哋嗰個融資成本會增加，同埋佢哋就會贏唔到好多項目咯。咁所以我哋成日話 ESG 呢係冇得獨善其身嘅。因為如果你唔去落實 ESG 嘅話呢，長遠嚟講個經營成本會增加啦，貸款成本又會增加，又適應唔到監管嘅要求，而最終呢一啲嘅風險呢係會反映咗喺公司個估值上面。所以我哋認為投資落一啲重視 ESG 嘅公司呢，喺長遠嚟講係控制緊投資風險。呢個風險可能喺短期內見唔到，但係喺長遠嚟講呢，係一定會發生嘅。而作為一間保險公司，因為我哋做投資呢，下下都係講緊20-30年噶嘛，咁所以我哋睇風險呢係睇得好遠噶咯。咁係啊，每張保單都係即係去到好遠嘅，去到尾嘅。冇錯，即係閒閒地都即係起碼都幾十年啦，咁甚至乎更長都有。咁啊嗱，講到呢度呢，我哋先休息一陣，咁啊翻嚟再傾。好。歡迎大家翻嚟 CFA 指揮室。咁咧直播室入邊咧就有我啦，何敏啦，就係CFA Hong Kong Society 嘅會長啦。咁當然有我哋嘅
節目主持啦，朱志超啦，咁亦都同樣更加重要咧，就係有 Carol 毛婉欣就係周大福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嘅副首席投資總監 Carol。喺呢個休息之前呢，我哋就聽咗你介紹咗一啲保險公司點樣做投資嘅。其實呢啲嘢真係我喺第度未聽過嘅，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我相信聽眾亦都會覺得即係耳目一新啊。咁我想喺度就順住呢個話題想請教下你啦。咁目前香港嘅 ESG 嘅發展同埋一啲相關嘅監管嘅趨勢，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從你保險業嘅一個角度嚟到講下呢？香港政府咧有一個 ESG 嘅發展藍圖嘅，2050之前呢，要達至到碳中和啦。咁喺2030年嘅時候嘅碳排放呢，要比起2005年嘅碳排放要 cut 一半。同埋喺2020年嘅時候，證監會同埋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咗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咁簡稱係 CASG 啦。呢個督導小組呢個目標係要推動金融機構嘅 ESG 信息披露。其實嚟緊2026年嘅1月份開始呢，港交所上市嘅大型公司呢，就要按照新嘅氣候規定去做強制披露，披露佢哋嘅 Scope 1、2、3嘅碳排啦。去到2028年呢，香港嘅大型機構呢係要進行強制披露嘅，都係。咁目前成個業界做緊啲咩呢？我哋舉辦咗好多研討會啦、培訓啦、工作坊，去分享各種可以協助到大家做 ESG 披露嘅方法，令到去確保大家可以喺限期之前係做到披露。咁而至於香港保險業，亦都出台咗一個叫做保險業氣候約章。保險公司呢係需要制定佢哋嘅 Scope 1、2、3嘅減排計劃。咁我重點想提一下 Scope 3嘅碳排放啦。Scope 3碳排放呢，其實就係講緊保險公司嘅投資組合入邊嘅公司嘅碳排放。而 Scope 3呢，其實係佔緊一個保險公司嘅總碳排放超過90%，所以呢個影響力係好巨大。意思係講緊保險公司喺做投資嘅時候呢，係需要考慮到該投資公司嘅碳排放啦。所以成個業界呢，亦都係好忙於去量度翻自己現有嗰個投資組合嘅碳排同埋目標嘅資產嘅碳排。同時咧，亦都要幫自己去制定一個 Scope 1、2、3嘅減碳目標啦，又好忙於去準備做披露咁樣咯。真係好有挑戰性。係咁啊！即係原來呢個 ESG 底下咧，有好多細項咧，我諗聽眾啊，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都要即係認識一下。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去翻保險公司咧，即係啲資金啦，咁啊上一次你都約莫講咗，譬如收集到一啲保金之後，點樣去運用做投資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嚟推動 ESG 啦，咁啊嘅發展，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咁同埋可唔可以透過一啲成功嘅投資組合嘅例子咧，展示一下你哋即係頭先Carol 所講嘅ESG 投資點樣去帶嚟社會一啲貢獻啊，或者係造福翻個環境咧？保險公司喺 ESG 其實擔當咗個好大嘅角色。首先我哋因為我哋嗰個客戶群好廣泛啦，咁所以喺經營業務嘅同時呢，我哋都想改善社會嗰個情況。例如我哋會資助一啲家庭環境冇咁富裕嘅小朋友去補習啦，去學運動啦。喺設計保險產品嘅時候呢，亦都會考慮到可唔可以令一啲平時好難買到保障嘅市民都可以買到保障呢？咁其實呢一種呢，我哋叫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Goal 第10個，亦即係講緊減少不平等。俾個例子啊，係啦，另一個例子就係我哋喺發行產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應用到 ESG 嘅。咁好似我公司為例啦，我哋公司有一個產品咧，甚至係可以保障到一啲未出世嘅嬰兒啊！哇！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 ESG 嘅部分嚟嘅。點解會諗到咁樣嘅 idea 咧？因為我哋想保障個媽咪咧，令到佢有一個 peace of mind，即係好安心咁去。點保啊？即係個出唔到世就賠。喺佢懷孕嘅期間遇到有啲乜嘢醫療上面嘅一個情況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個理賠嘅。係啦，咁而佢出咗世之後咧，
如果呢個小朋友係有一啲天生嘅疾病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個理賠，甚至係精神上面佢係一個有譬如有過度活躍症啊，咁都可以做一個理賠咯。哇，咁先進嘅原來係咁啊！呢度都即係體現咗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啦。即係作為一間保險公司咧，推動一啲新產品發展嗰陣時候，譬如頭先 Carol 你呢個例子咧，其實你係點樣去設計而帶動埋個 ESG 兩者係點樣相輔相成嘅咧？咁另一方面呢，因為保險公司就我哋管理住一個好大規模嘅資產啦。我哋會利用財力去推動 ESG 嘅。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我哋喺做投資研究嘅時候會考慮 ESG。例如我哋會買一啲已經制定咗減排目標嘅公司啦，我哋會投資落一啲支持能源轉型嘅公司啦，又或者我哋會挑選一啲資產嘅管理人，而佢哋自己係會對佢哋旗下嘅投資公司咧係制定 ESG 目標。咁其中一個 ESG 目標咧，就係可能係員工入邊有幾多 percent 係女性啊，生產線入邊有幾多 percent 係用緊回收物料，又或者可回收物料啊，又或者有冇制定一啲嘅安全守則去減少員工嘅傷亡啦，有冇一個透明嘅公司治理嘅機制啦，等等。咁而呢啲管理人呢，其實係會俾壓力落啲被投資公司去落實個 ESG 嘅。正面嘅壓力呢，就係如果佢哋達到咗呢啲 ESG 嘅目標嘅話呢，管理層係會有獎勵。咁而反面嘅壓力就係如果佢哋一直都達到唔到 ESG 嘅目標呢，咁管理人係可以減少對佢哋提供財務上面嗰個支持。咁換句話說呢，佢哋啲貸款成本呢就會增加咗。所以其實都好有影響力。係呢個都係叫即係直接嘅影響力，好犀利，幾好。咁所以咧就最後咧想即係如果即係我哋聽眾啦透過啲咩渠道可以深入咁了解 ESG 行業發展，對於有興趣投身 ESG 領域嘅年輕人咧，你有咩建議咧？如果想知道監管方面嘅資訊咧，我建議可以去 ISSB，即係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嘅網頁去睇啦，佢哋有好多背景嘅資料，同埋有好多呢個監管嗰個趨勢嘅。咁而香港會計師公會嘅網頁呢，亦都係based on ISB 嗰個準則，佢哋做咗一個自己嘅演繹，同埋香港版本嘅準則，亦都會喺嗰個網頁嗰上面睇到啦。又或者港交所個網頁呢，亦都對呢個趨勢同埋嗰個要求呢，有好詳細嘅演繹。咁如果想知道公司對於 ESG 嗰個動態咧，可以參考翻大型嘅公司嘅 ESG 年報啦，同埋香港上市嘅公司亦都有 ESG 年報嘅。咁至於想投身於 ESG 領域嘅年青人有啲咩建議咧？就係睇多啲啦，觀察多啲啦。其實有好多行業喺 ESG 上面嘅應用咧，都可以應用喺另一啲嘅行業嗰度嘅。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咧？例如我會接觸到有一啲嘅大學生，咁佢哋都想投身於 ESG 個行業嘅。咁佢哋咧就自己好 focus 嘅，就成日話我淨係投身喺發展商，即係地產發展商嘅 ESG 部門嘅啫。咁就淨係睇嗰間公司嗰個 ESG 報告。咁我嘅建議俾佢就係，你可以睇下其他行業嘅公司個 ESG 咁樣咯。係啦。咁啊，呢一集咧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對於 ESG 嘅概念係再廣闊啲啦。咁尤其是喺深入喺保險業，冇錯啊，保險業嘅例子咧，原來咁多嘢做嘅。咁啊，Carol 你加油啦嚇，繼續造福我哋嘅即係人群啊。咁啊，時間關係咧，就同Dr. Evan Ho啦，同 Carol 講到呢度先。咁啊，下次再傾過啦。多謝你 Carol，唔該晒。